位伫大内吉阿罗天后宫边仔道路计划是8公尺，不过现况却无到6公尺。长期以来，互在地居民甲信众出入真无方便，嘛有潜在救灾问题。所以市长黄伟哲提出民意，将开辟者成为8米道路，同时一并改善南181线甲南182线的路边，互当地相当减配。市长那今年过年来咱石仔罗天后宫来迄个参拜伊嘛有对这来迄个甲阮提出伫伊的迄个同意之下今年嘛甲阮编列预算伫年底进前嘛会来完工，所以市长今仔日要来看的工程，就是这8米道路的拓宽工程，个咱181和182的改善工程这对咱大内来讲对咱迄个外口入来的迄个乡亲来讲，拢非常重要。春节港特别选举，市长黄伟哲强调，虽然伊请假，毋过市政无放假。24号嘛亲自到场关心，祈求天后宫保庇工程伫112年初得当顺利发包动工，进一步提升大内巷道的交通品质。石仔罗是这边天后宫这边还有这个公所这边。这个地方大概是大内的一个人口聚集最多、往来最频繁的区域。那这条道路开辟之后，我相信可以让市民朋友或来不管来大内的民众，或者是大内的好朋友，他们的交通会更便利。也感谢议员议会议员大家的一个通力支持，还有里长们对于施工一定会严格加以监督对于我们这个交通。的这个改善促进有很大的帮助。干部局表示，庙边的计划道路全长218公尺，宽8公尺，总经费4650万。目前正同步进行用地取得加工程细部设计。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